各位前年大家早早，今仔是2025年12月14礼拜，咱即摆来上经吼，上经讲经64吼，金刚经第28章，不修不谈分，自性真空，不应贪着一切福报。须菩提，以菩薩滿恒河沙頂世界七寶，持用布施，欲富有人，離一切法無我，得成於忍。此菩薩聖賢菩薩所作功德，何以故？須菩提，以諸菩薩不修福德故。須菩提，別復言，世尊云何菩薩不修福德？須菩提，菩薩所作福德，不應貪着，是故說不修福德。這件文佛講的是講，須菩提，若有菩薩用滿恒河沙數頂世界七寶來摕來布施，假使有人了悟本性，體本萬法本空，無一切是我的存在，會當以忍辱度一切煩惱，而達到無我的境界。這個菩薩勝過頭前用七寶布施的菩薩所得功德。這是什麼緣故呢？須菩提，因為修忍辱的菩薩了悟自性真空，不修福德的緣故。須菩提，請示菩薩講，為何修忍辱菩薩不修福德？須菩提，修忍辱菩薩了悟諸法無我，因此對所有的福德一點仔都無貪着的心。既無貪着的心，所以講不修福德。各位前面，咱過來個念經文：不修不談分第28，自性真空，不貪受一切福報。須菩提，若菩薩以滿恒河沙數頂世界七寶，持用布施，欲富有人，離一切法無我，得成於忍。此菩薩聖賢菩薩所得功德，何以故？須菩提，以諸菩薩不修福德故。須菩提，別復言，世尊云何菩薩不修福德？須菩提，菩薩所作福德，不應貪着，是故說不修福德。感謝天恩師父。以上所修的經文，無有任何功德，願以回向予三界十方無明苦難的眾生，希望因會使發菩提心，行我們共修佛道，希望大家離苦得樂。感謝天恩師父，安住這聲聞，感恩謝謝。